大人的时阵呢，咱一定要有热情的纯情，我咱跟那个校德单位的领导，甲小讲师呢去办一件爱心的一些案件哦。那么当然，伊这是透过因两点那些早餐店的介绍，那么透过唔知咱个秀龙先生呢，伊实在介绍。那么这个案主呢，就是那是秘密主的，但是伊叫鼻咽癌，啊，而且那是啥物？转移哦，我不要讲，鼻咽癌转移到脊椎，他脊椎可以到，我甲看是做小病，但是病吼，迄毋是说，因为你鼻咽癌讲是爱笑着这个阿母这个所在，所以你看无啥听着阿母有啥会管。62年是他老也年轻，他已经那几个小二，一个中班，但是伊厝呢，使讲非常的都新厝啊，因为人买厝嘛，少年人啊，打拼要新厝，啊伊个来毋知影，尾仔较转移脊椎，我都行的时阵，正我甲讲原来是伊个来，转移。那么而且伊年轻啊，伊讲我都上班，你再干嘛来顾啊？我都上班。阿妈开出万侪钱，所有的积蓄全部花光。啊，开了的时阵，囡仔册伊会家上伊贷款，拢拿入去。啊，所以这一年内底，使讲过到非常的辛苦的时阵呢，伊咱讲发出迄个救援的对啦。啊，伊这过程内底，当然咱爱心会呢，嘛，毋是讲做侪现金来帮忙，只是讲。伊着一颗真诚甲慈悲的心呢，去来做一个安慰。那么当然，而且呢，咱地领李敏任甲小讲师，除了经济上的资助之外，一定是上面道的照顾上面慈悲呢，互伊咱找贵人。那么伫这伊呢，咱伊去导人的时阵，因为伊是主体，我是总干事，你个爱心会总干事去办代志。所以我拢定因为有法插嘴相听哦，三来讲的哦，三来拢感激，三来讲的，你知影听得起来。啊，所以呢，伫这里面呢，有法感受讲，这里面的建筑里咱小讲师，咱导人精神，真正有法爱开心哦，那种真诚，还是咧，我咧规头到尾讲做侪道理咧，咧导伊咧求道的精神。真正有诚心，搁有真心，所以咱一定是诚心加真心呢，才够百战百胜。那么而且呢，放这个打不死的蟑螂，这个影片可以我放完讲者，我感觉讲，是啊，今年我是讲平安咱那个乱来，你告诉我，我今年还好。哦。这是咧，比如一个做保养的保养员吼，伫泰国的保养员，但听着保养，伊早个嘛听着保养员来吼，拢做无满意，因为咱人吼无拄着代志时阵，知影保养有重要。你看这个，人人讨厌嘛。这个配合的什么水配合？他才提出来嘛，因为他讲错话，咱去大人讲话，你若无言就是一条简单啊。讲话很重要啊，啊，什么来？你过来是一点，关心是爸爸活倒啦，安尼啊，斗肝的，伊个是，伊个是，感动了这个爸爸，感动。刚讲话呢，但三句不离本行，三句不离动人。哇，你现在个那么
即个保险员会成诶，赶紧诶吼，不管伊有家己劳保险无，拢赶紧去安尼囝去病院吼去救。所以讲，互相感谢啊，我搁家己伊较底啊找200块呢，出来要互伊其他人救。即个头壳我已经有买啊，而且要伊个名用伊个名，伊个业绩做伊个就对啦吼。伊讲以后伊专业来做伊个，各位学姐，这也就是这个保险员用着伊个一生来感动着这个头家吼，伊来买伊个保险。那么而且各位学姐，咱嘛是同款嘛，咱就是要了解兄弟姊妹有缘人的生死大事。当然，伊个就是会当解决咱伊财势，这个保险吼，其实是人生的一个保险，经济的一个保险。那么而且咱第二，咱有强中和爱的态度，强中和爱的态度，咱应用来做新闻来讲，强伊的理念，才自强自义，因能个自信自顺，有我上有理想，个是爱释放。以心上平心，其心常平心。哦，平平万物也，平内平外，平内的之道。当然，这个是咱乐团大人的一些圣训。那么当然，咱伫这个导览过程，甲热心的这互动，比如咱像即场无法变动，这是热心的时阵呢，哈用迄个咱迄个像迄个棉被啊，还是迄个。姨妹甲姨妈妈，我家妈妈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？而且那个敬了妈妈，我不是客气，这是咱这种的互动的方式，互动的方式。就像我咱母亲节要邀请伊来参加咱的亲子活动的时阵，我才讲这特别选，这是咱道场特别选的，比较有机会来参加。讲真诶嘛，阮当然是这边啊，有在假的。互你去甲我偌济啊？毋是全部参会啊，拢当去参加亲子活动就是有咱福建班的爸爸妈妈的妈妈甲小朋友，特别选出来的几队才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。那么现在一年内底，是讲咱爱理想的这个强力，想这个强力，是讲我们并不是讲伊无来一定袂使，安怎会一年之下，未必定采纳，这是。互我的一个体会啦，这是我的一个体会。第三，聆听与关怀，咱爱迎合众生，才能善导众生。就是阮昨日小讲师里面读迄个吴先生的时阵，我感受讲，当然你爱先聆听，对咱道场，咱每个一个引导来看智慧。用意，咱的用心，咱的心互伊了解了，爱听看伊意见，听看伊的意见。那么咱领导这时间讲，你的礼拜，礼拜咱聚会班啊，会较济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迄个小讲是讲，拜咱甲礼拜就算，会算两是算拜，因为就是要迎合众生，才能够善导众生。你嘛讲拜一看拜五样，时间一旦太太说拢请假，拢留子天心，拢请假拜公神。但是咱大人的一年之下，是爱家己两个囝是煞倒来，所以呢，人咧小件事就讲，你囡仔拜啦，囝出来，安尼全家来面对讲得较大。大人爱有讲，而且这种都是我们要去学习的，要去学习，要能够善导众生。是9:40，我就讲到这个，因为10分爱到咱点传师，我就讲到这个啦是到这个所在，那么当然有足侪这不足，足侪这语言我爱搁再继续学习，这边嘛，我颜色好嘞6月23号来去新单位学习的一个资料好的，越小我写给他生出了。感谢李老师，感谢你们各位讲师，也获取学习的机会，谢谢。
这里是慈悲行道的功，坤道的功。这两个是慈悲行道的功，坤道的功。